兄弟平安，请咱备办心，做伙来敬拜。上帝造万物，国照伊的时诚做美妙，佮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话测度伊。三角来吟圣诗26首，打愿感谢上帝。请起立来吟。三角应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出声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
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信仰告别，怎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俗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会众请坐。启应文交托。启应文33诗篇139篇。三角来启应。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真远，你嘛看袂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拢嘛知。我还袂开嘴。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宝。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行到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府，你也伫遐；我若飞到即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人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伫黑暗，甲我扛起来，叫暗暝甲我食。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有麻烦。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对，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若算袂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这是咱三角额头来祈祷。至关至尊至圣，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大权能，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掌管阮的性命，你也是阮人生的总计划。阮即时自己伫你的圣殿，阮要放落阮世俗拢总的一切，不管是地位、骄傲、成就感、罪责感。也是挂虑，阮即时就要亲像你的羊群，恬静压头，专心来向你敬拜，压耳孔来听你要赏赐予阮的教示。主啊，求你对头到尾拢甲阮伫咧。阿爸，爸上帝，阮要大声向你来忏悔，阮因为肉体欲望，无办法完全放落的怨妒、受气。贪心、自私的心思意念，也因为肉体的软弱，无办法将你的代志当作优先，当作大先，行事考虑，也常常用家己的智慧，无将你的教示提醒，当作阮行每一步的第一项思考。主啊，求你接纳阮的悔改，帮助阮行出靠家己做袂到的改变。
互阮的心思，互阮的行为，会使愈来愈亲像你所意爱的。阿爸天父，阮实在感谢你拣选阮，互阮成做你的囝儿，有份甲你坐倒，得到死搁活的愿望。主啊，你纯洁无瑕疵，却受到人的侮辱陷害，受定的是一个为正人来牺牲。你实实行出新者，却得到正人却无办法得到正人的全然的相信。主啊，你行伫世间的时，迄种痛苦，搁一步一步要行往各各他，迄种艰苦，要承接迄定着的苦杯，为阮死伫是一个迄种牺牲甲艰苦。主啊，阮实在足毋甘的，求你帮助阮伫国外节前的大灾节期，透过灵修、读经、祈祷，对你来献上感谢，搁一摆思考，甲激励阮家己，搁较来听你，独独看你，无看家己，帮助阮，甲你的连结愈来愈加深，行出你的话语。阿爸天父，阮人门教会是你设立70年来，借着对你的信心，我靠你的疼痛甲稳定，帮助阮的信仰前辈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生摊济济，佮引带亲人、朋友、社区来信主，互阮的教会成长到大。阮领受你遐尼多的恩典，阮要向你来献上感谢。阮嘛求你伫70年后的现今，使互阮全教会有共同的意向，帮助阮每一个兄弟会使共心，为着教会内底团契的生活，做伙来拍拼，过着时时找求你的德性生活。搁较重要的是，准备好随时会使传扬你的福音，引带人一班你，介绍人来教会的宣教的生活。主啊，最后阮要恳求你保守阮教会每一个兄弟的工作、工课、学业、家庭甲生活，帮助阮每一个人确实掠你做阮的头。赐互阮勇气向前行，帮助阮行过纷扰困难，会使阁得到平安。帮助阮就算失落艰苦，也会当照着你重新喜乐。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学老，请本堂雅音合唱团来献诗，因要唱的是《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引带我的君王。感谢雅音的献诗。圣经强吐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伫两位吼，拢伫新约圣经。首先是路加福音22章21节到13节。路加福音22章21节，若是卖我的人，伊的手甲我伫倒里，因为人子真正去照所定着的，若是伊互啥物人卖，迄人有在的。13节，因就三对问，其中啥物人要做即个代志？煞接记载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到11节。第3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懊恼，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灵逐项属伫神的福气，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神，伫基督敬咱，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无通嫌。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心，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伫伊，互伊恩典的阳光得着懊恼。即个恩典就是伊伫所疼的囝赏赐咱的。第7节，点伫伊咱对伊的血得着赎回，赦免罪过，照伊恩典的富有，伊将即个恩典用逐样的智慧甲见识，赏赐咱到满满，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照伊的好意，就是伊伫本身所大心定着的，要伫遮的日期圆满的时，设法互万物，不论伫天灵的、伫地灵的，拢伫基督来合一。11节，点伫伊，咱也诚做家业，就是大神受定着的，照迄个趁家己的旨意，行万项有的意思。12节，要互伊的阳光对阮大神望伫基督的人得着懊恼。讲道，请本堂张牧师正道，题目是照所定着的。咱头先几句圣经节，我看咱拢有去注意到，照所有定的，照伊的旨意，照所定着的。今仔我解刑事的观点的讲题，主要是要回应一个兄弟对我问的问题，就是一定论、有定论，是照所定着的，还是人的自由意志，敢有迄个意义？我用这个圣经，用今仔讲道来试讲回应这个对咱信仰上一个真大挑战的问题。所以我先承认讲，伫短短半点钟的时间，要处理这个真困难的问题，有伊的困难伫咧。希望后摆咱有机会会通愈较亲密去了解，什么是上帝所定着的。什么是咱会通自由去选择的？希望通过这个正道，咱大家对这个功课有所学习，请做伙同心来祈祷。现在主，我感谢你，亲像诗人所讲，伫空间上，阮无法度通逃闪你，到海极头，到山，到地，你拢伫迄个所在。伫时间上，阮也无法度通去体会。阮的年日是100岁，总是上帝，你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一更，是暗时的一暝。主，即种阮无法度通去体会的伟大，真正亲像诗人所讲的，你为头到尾的作为，
阮真好去衬托伊，真好去了解伊。若是上帝你通过这个代志，是意爱阮去找求你，去知影阮嘛会通得到迄个永恒、永生迄种的机会。当时这个中间，为什么阮会通成做上帝囝儿？为什么是上帝？什么事是上帝你所定着的？是袂当改变的？什么事是阮爱为着阮家己所做的决定来负责任？恳求主你通过人有限对你的人脉传达，上帝你奥妙的真理，就是伫圣神的帮助的下面，互阮会通淡薄去望到上帝你的奥妙，也会通因为安尼，互阮的信仰更较坚定，互阮知影伫上帝甲阮的关系观点，阮就应该安那来面对，安那来做决定。恳求主你的神临在伫阮的中间，愿一切荣光归伫你。上帝你的祝福，你的同在归伫奉主你的名来组织伫即个所在，也是伫家己的厝内咧参加即个礼拜，上帝你的百姓。阮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我想咱先有一个几个基本的互相的了解吼用基督徒的身份。咱对上帝这个创造者，咱大概拢有这种的认知。第一个就是，伊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伊是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伊逐项代志伊拢知影，伊逐项代志拢有能力，通好去完成。伊伫逐所在拢存在，也存在伫黑暗中，存在伫咱的心底内底。第二，咱同意讲，一个创造者对伊所创造的物件，一定有绝对的主权。譬如讲，一个艺术家伊做灰仔，伊做画一张图，我要安尼做，我要安尼来处理，我要甲伊毁掉，我要安那，伊有绝对的主权。伊嘛有迄个能力来感觉讲我要安尼来处理，我要安尼来处理。创造者对创造物有绝对的主权，嘛有迄个绝对的能力听我来成就我想要成就迄种的旨意。咱嘛相信，基督徒相信历史是有向着一个目标在前进的，伊是人历史的主宰。今仔日历史千年万年，虽然人的历史帝国兴起衰落，等等这的，咱相信迄个背后有上帝伊的作为伫咧内底，伊是历史的主宰。这个历史有一天会到终点，会到迄个主要所在里的时，人类的历史会就完全结束。咱嘛相信上帝创造我这个人，我的一生，这个代志拢伫上帝的掌握中间，伊是咱人生的主宰。总是问题就是讲，伊有迄个权能，伊有迄个能力，总是伊安那咧施行他的能力，甲伊的权能，伊介入人类的历史有偌深，伊介入伫我的生命内底到底有偌深？咱大家拢想讲，为什么乌克兰的百姓遐尔艰苦？为什么无爱伸手去阻止这个战争？当600万犹太人伫迄个梅契士内底，上帝，你为什么迄阵无介入？你有迄个能力啊！你嘛知影人罪恶的可怕，总是为什么你无介入？伫我的人生的中间，到底你对我有什么款的安排？如果一切都是照上帝所定着的，安尼到底有上帝你形象的人？我的位置伫什么所在？我的地位伫什么所在？如果上帝你今仔日亲像人咧设计迄个人工智慧迄个 AI， 我都拢已经设定好反正你对了这个代志注死的嘛，注定的嘛。若安尼，你家己感觉我是咧自由意志做选择，我咧做这个行动，安尼我毋免负责任吗？逐项代志拢你已经
设定好的，安尼自由意志敢抑阁有意义？这是信仰观点一个真大的难题，因为上大的难题是上帝有预定，照所定着的，总是甲我的自由意志有真大的矛盾。我的自由意志敢无你已经设定好的？我今日下晡要食面，要食饭，上帝你拢知影。啊，我今日去到饭店，我要点这，你拢知影。安尼我点遐个菜敢有意义？照所定着，甲人的自由意志有真大的矛盾。所以咱今日用犹大为耶稣犹大做例来讲，真侪人对犹大的身份有无共款的看法。基督教会传统讲，伊是出卖耶稣的犹大，总是别人用别个角度讲，伊若无出卖耶稣，耶稣就袂上十字架；伊若无上十字架，无替咱来，咱会做付出代价。这个救赎功劳就无法度通完成啊！所以用结果论来往前推的时阵，犹大是促成上帝救赎恩典的英雄也对啊！伊是安那是为着就爱为着伊出卖耶稣万事臭名，安尼甘对？有时咱用结果去推迄个原因，然后伫迄个所在来做一个结论，实际上有真大的危机。咱举一个例来讲，即个疫情台湾控制真好的时阵，真侪人去买迄个100块、几千块的迄个保险。到尾我真正确诊啊！哇，领到保险公司10万块、几万块，哇，我真感谢，因为我有确诊。然后往迄个最后的结果，你若确诊啊，因为安尼死去，安尼敢有价值？你迄个中间迄个用结果来甲迄个原因改合理化，安尼敢对？那一切拢是照所定着的，自由意志都无意义啊！上帝早就设定好啊！你今日来做礼拜，未来做礼拜，你伫厝呢？上帝早就知影，上帝可能早就知啦。总是你决定要来，无要决定要来，这敢是你决定的？大家拢是照上帝剧本咧行，敢毋是安尼？我想，我会承认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也无法度通完全了解上帝奥妙所以我要甲迄个范围小可甲缩小，甲宿命论甲预定论小可甲分一下宿命论是一切的代志拢是命，拢是运，拢是上帝注定好的。咱定咧讲我的命运，我的运命台湾话是讲运命，命就是性命嘛。运就是我伫人生的中间拄着足侪代志我足歹运的，这台车叫走去我足歹运的车祸我拄着这个代志运，所以运是一个人伫这个生命过程中间的经历命运是一个真主观的意识。你定定咧讲你真歹命，别人看讲你迄个人是真好命你应该真感谢。所以迄个命运的好甲歹是一个主观的意识。咱也知影，事实上，生命的奥妙，毋是咱有限的人所会通了解。今仔日生做台湾人，你为什么毋是黑人？你毋是伫非洲，你毋是白人？人种，你要生在什么所在？你要生在什么家庭？拢毋是你选择的。就这样我存在了。我就是伫个所在。到底是什么款的命才好命？当然，今仔用咱徛伫这个所在的立场来，台湾人来看乌克兰的百姓，咱讲因实在是足歹命，拄着这个代志。用咱的立场去看因，因家己的感受到底什么款，咱毋知影。所以，关于命运，其实全世界大家拢有同款的问题。这个奥妙是咱无法度通去了解，这是创造者的主观。伫个能力、伫个智慧内底，今仔日我诚做我。所以咱听过一句话，台湾俗语讲落土时八字命，若要搏单输赢。其实这是两个意义。第一头前是讲命，后壁是讲运。落土时八字命，意思讲你伫什么？这个相命先，伊就会甲你问讲你的八字，你当时
农历几月几日几点生所以你即个八字是轻重也是安那以前要结婚的时阵，都爱去学八字，就是安尼。你的命甲你的牵手的命会相克袂？伫迄个时阵，就是讲你出世迄个时阵就已经决定啦。你要活久，你要创啥已经决定啊。这是咱台湾人的迄落，若是运，有时敢若是跋筊共款吼。我都拄着即个代志，我要安怎去面对？我家己去承担迄个风险。所以命运，有时咱会感觉，到底我安怎看我的生命？宿命论就是讲，都命运天定你落土时就八字命。你拢听过即个苏贞昌讲，人生的剧本早就写好。大家咧问伊对于政治生涯的规划，伊定人讲即句到底我会去参选，我会安怎做？这早就剧本早就写好命运早就天定今日敢若是我唔知影，都要到迄个时阵才会知影。总是伫人的好奇心的内底，咱想讲我来算看觅，我的命到底会拄着什么代志？我第几岁时阵会拄着什么劫数等等，我要去算命。算命先甲你讲了，安尼我的命若安尼，我有法度通改运无？所以有的人就去做风水做梦风水唔好啦，阮兜都爱摆一个啥物件来改我的运，来做这个代志。宿命论有时会互咱较偏向消极，因为一切拢注定好势。我出世的时阵，都拢差不多已经决定了。你安怎去努力挣扎你39岁拄着什么代志都无法度通脱离命运的安排。你一定会拄着什么代志咱也受迄种的观念的影响。总是有一条歌，我是感觉这伫信仰上可能咱小可会通接受。3分天注定啦，7分是你爱靠打拼，3分确实是你无法度通选择的，是上帝差不多已经决定好总是7分是自由意志。我要认命无？我要安怎来迄落？我爱打拼，因为你上帝有伊的意思，总是你有你的责任。这个就是宿命论的一个讲法。咱无啥爱讲宿命论，咱无爱讲命啦。因为不管你是非洲人、黑人，你是白人，你是什么款的人，上帝予你伫这个时阵、伫这个所在，你之所以为你。上帝这个创造者有伊的意思，是有意义的创作。你张某某，你要出世伫这个时阵，伫这个所在，我有互你望你去达成的使命，你爱去完成你人生的意义。如果咱敢若讲一切拢是一世人拢已经摆好人的自由意志就无迄个意义。所以伫这早期人就开始咧看。咱安怎去面对咱的人生？安怎去看这个历史的这个走向？早期这个作家奥利根，伊就真早就讲自由意志，这个是上帝创造内底上奇妙，也是上大的冒险。上帝予人有伊的灵，然后予伊有自由意志。换一句话来讲，有人咧讲上帝无事忙啦。无代志，爱电脑内底去整一张迄个袂当去摸的善恶树伫迄个所在。若无迄张，毋就大家拢袂犯罪，毋是拢真好？如果若无迄张，人的自由意志都无意义你没有其他选择嘛？你就是安尼尔嘛。所以人自由意志是一个真大的冒险。我既然予你自由意志，就是予你有绝对的主权，你判断。我要照上帝意思来行，还是我要照我家己？我要成做一个上帝。所以自由意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大上帝自我的一个冒险。这个作家讲上帝知影人的软弱，伊万
伊专灵，伊知影，可能人会跋倒，会顶遮的，知影代志会安怎发展。总是甲真正迄个预定个代志，我要操纵，或这个事情一定发生，这是两回事的代志。所以咱倒来讲宿命论甲预定论，我甲人生的这部分，甲伊缩小到预定论，甲咱讲到为什么咱会诚做基督徒，有的人无法度人接受福音。预定论较属伫人甲上帝关系的观点，较毋是完全讲到你生命中，你今日要食面、要食饭等等这个代志。预定论较属伫我的生命甲迄个创造主结连的观点。所以基本上，我想咱先承认讲，咱对上帝奥妙了解非常非常的少。所谓的预定论，实际上是历代以来，这神学家也是咱家己本身，尝试要去解说咱生命的奥妙所产生的一个理论，伊无一定是真理。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理论？咱肯定会讲，总是这个是一个论说来讲，为什么今日的福音有的人敢若听到一首歌，流目屎感动，伊就要诚做上帝囝儿。有的人你带来到教会40年、50年、70年，伊都无法度人接受这个。所以咱的智慧真有限，咱无法度人了解这个。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甲咱讲，咱中间掠家己伫世间，我真有智慧，我想出很多理论来解说我生命的奥妙。实际上伫上帝面前，无一定咱今日讲的，伊是看做戆的。因为上帝奥妙，毋是你甲我咱这有限的人所会通知影。今日咱的宣调就是用传道书3章11节，这个圣经吼，咱时常去思考吼。所罗门王讲，上帝造万物，造你甲我，包括我，各照伊的时，诚做美妙。你的人生有欢喜的时，有流目屎的时。所以对所罗门来看，这拢是一个美好的安排。你真快乐的时候，你想讲，这个快乐，我这个满足感，我敢会通延续到永生？有时你真悲伤、真艰苦的时候，你讲实在是这个时间紧过去。我望今仔日上帝给我人生的重担，到有一天完全解决，我唔免年老。我唔免遮尔无方便，一日到晚跋倒，我唔免惊失智，我唔免惊这惊迄。伊讲，伫这个时间，伫咱人生的中间，一切经历，上帝一个目的就是要将永远的观念种伫咱的心，互你会感觉这个人生快乐的时间唔是遐长，少年的时阵足好咧，到年老的时阵面对这个，我望我有一个活命是迄个。永生的生命是无年老、无病痛、无死亡、无目屎。人生的经验是互咱渴慕永恒，不管是好甲歹，总是咱爱承认上帝对头到尾伊做正的，我们没有能力去测度伊，去解说、去完全了解。当这个观念的转变，实际上有伊的历史的因缘，特别是犹太人。犹太人因一直认为讲，敢若因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恩典包括耶稣基督的救赎，敢若属伫犹太人、以色列人。那后来，上帝通过迫害等等，互因传福音去到外邦的时阵，发现外邦人竟然也真侪，诚做上帝囝儿。所以《使徒行传》17章26节27节咱来这个是保罗伫雅典对这哲学家雅典人所讲的中间的一句，伊讲创造万邦的人对一个本源，就是创造万邦的人上帝对一个人一个本源然后互这个人徛起伫全地面，总是咱所有人拢大声受限定伫迄个时期，甲徛起的地界。今仔咱生命，咱的时期，上帝互咱活命是80、90、100，还是几岁20、30？伊大声定着迄个时期，即个奥妙咱无了解。
伊互咱徛起伫即个所在，即个地界。换一句话来讲，甲传道书3章11节同款啊。伊互咱伫即个生命的经验，甲人的接触的中间，互咱会想讲，我要找上帝，我要知影创造主，我要知影伊对我生命的意义。总是保罗甲所罗门同款，真谦卑，讲安尼检测咱通揣摩来得到。咱对上帝意思是来是咧揣摩啦，咱干那咧知影咧要讲是毋是安尼？总是上帝伊愿伫咱逐人的心内，伊离开咱逐人无远，伊伫迄个圣神的帮助下面，互咱伫拄着的代志观点，一步一步去体会迄个永活，去体会咱甲上帝的关系。上帝互咱的人生经验是，毋望人会通渴慕永恒，会通追求伊。所以，咱读圣经这段时间，特别为着这个代志，定来咧想的时阵，为什么人有预定论的观念？因为圣经太侪写着教所定着的。保罗，特别是保罗的批信，你也看罗马书，伊讲万项事三角内要听上帝人得到利益，这个倒转去到万项事是包括咱欢喜接受，甲真无爱去拄着的代志。伊讲这个代志伫你的人生中三角内，是要互听上帝人来得到利益。后者即句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掉的，所以这有一个限制呢。这万项事发生伫逐个人的身上，是干那照上帝定着的旨意来受呼召的人，就是伊提先知影，提先定着讲，恁爱努力，甲我的囝会相共款，恁来亲像基督会相共款的人互基督做兄弟中间做大囝，所以基督是咱的兄弟，是咱模仿的对象，是咱受调来甲伊共款的。所以佫所代先定着就调因，可能你是第3代、第7代的基督徒，总是这是早就代先定着的。上帝预定讲，这个人要得到救，所调就称因做义，互因为荣光。哥林多前书，上帝奥妙实在是奥得去知影，前毋知影讲外邦人也会通领受到救赎的恩典。总是上帝伫万世代以前已经代先定着，互一部分的人，互一部分的人会通得到荣光，得到迄个永活。这个伫圣经内底有真侪即种的例。所以今仔日咱要问的问题是预定论的时阵是。为什么我会通得到上帝青睐？为什么我有一天人拄好招我来教会时，我今仔要继续调伫教会？我要成做基督徒，为何就是遐个人会通得到上帝来呼召？这伫圣经内底有真侪这个圣经，犹太人无法度通了解，毋是上帝选民的外邦人，因会通蒙恩得救。所以，伫即个保罗咧传福音的中间，伊渐渐形成即个预定论的观念。使徒行传13章46节到48节，伊伫迄个讲道的中间讲，其实上帝道理是代先传予犹太人，上帝道理代先对恁讲是应该的，总是恁都无爱接受，恁已经气杀伊，恁家己判断讲我袂堪得，我袂当承受即种的永活。也是讲，阮不屑一顾，阮都无爱这，所以当阮才会转向外邦人，因为主捌安尼命令阮讲，我要设立你做外邦人的光，互你做拯救到的地极。所以后来外邦人听了就欢喜。伫伊讲道中间有犹太人、外邦人，这外邦人听了真欢喜，就学了上帝奥妙的道理。后壁这句就是圣经讲。既然受定着要得到永活的人，拢信。迄天的讲道，外邦人嘛毋是全部拢信，中间有一寡人，因就接受即种的想法，定着要得到永活。这是保罗伊传福音的经验。彼得嘛有即个观念，彼得前书讲，
使徒彼得讲：“我写批予四线徛去本州在遮个外邦的所在，受拣选的出外人。咱今仔伫台湾，伫世间拢是出外人，咱的时间拢真有限。所以上帝大成知影，就伫伊的圣神的感化下面来成做圣。所以，这个奥妙伫这个教会历史中间渐渐成型。保罗家己的经验，我咧揣摩伊的心思。伊蛮想，今仔我会成做外邦的使徒，成做基督教历史上伟大的一个人物。为什么是我？我完全无资格，我是谤读上帝、昆读侮慢上帝的人。今仔我竟然有这种的身份，上帝拣选，毋是我有甚物款的才调？为什么外邦人会通蒙恩得救？为什么上帝当时我爱去亚洲、亚细亚去传福音，总是伊伫马其顿，互我看见迄异象，讲毋是上帝要望你为西方去，为马其顿、为欧洲这边去传福音。上帝敢若有伊的计划，有伊的这个有定要安怎去做的代志。上帝调换，所以个人的经验感觉讲，即寡代志，我毋知为什么，总是都安尼成。虽然佫倒转来讲，犹太出为耶稣的犹太，咱的逻辑是用迄个搬过节羊羔的血来做记号，用迄个无罪的替换有罪的，这是对创世纪人对了犯罪了后，上帝就一定有定要怎么样挽回人的关系，所以一直历史一直演变到耶稣的时代。咱用结果讲这早就安排好啊嘛。耶稣一定爱上十字架啊，无其他的方法，要安怎无罪，要安怎替有罪。今仔咱读圣经，耶稣也显然知道出卖伊的，就是伫12下生的中间。甲伊共济，到伊的手甲我伫遐，所以伫迄个中间完全预定论，就是讲，这拢上帝安排好啊。今仔日撒旦入犹大的心，伊就去遐卖伊，这就是一个大家照剧本安尼咧行。总是你注意讲听耶稣即句话，若是卖我的人，伊的手甲我伫倒哩，因为人子真正去照所定着的。弥赛亚受苦的弥赛亚，上帝定着伊来为咱受苦。若是伊互什么人卖，迄人有知的。华语的圣经是翻做：固然耶稣必须爱安尼来离开，但迄个卖伊的人，所以若是甲迄人，意思是讲，虽然知影这个代志会发生。总是迄个人有自由的选择，这是耶稣对犹太要出卖伊的人最后的警告。预知不等于预定，抑个最后做悬崖勒马，是毋是有法度通安尼？伊伫最后晚餐的时阵提出最后讲：你要慎用你的自由意志，你的自由意志啊！可惜犹大犹原照伊家己所愿望的去行。我用另外一个例，就是以斯帖的例。今仔若无犹大，上帝敢无其他的方法通救赎咱？敢无其他的方法通来完成伊要挽回甲罪人关系的方法？我理解当时咱知因伫波斯的时阵这个王想要造灭犹太人，以斯帖因缘际会成做王后，总是伊有家己本身的考虑。伊阿姐甲伊讲，等今仔的时间已经到，即时你若无爱，你若静静无替犹太人讲话，我相信犹太人要对别位来得到脱离，来得到拯救。上帝能力。在人的自由意志不同的选择之下，有关联有才调去改变伊的方式。总是你迄个时阵做的选择，
你若无伫即个时阵来发挥你自由意志正面的意义，你甲你老爸家会拄着袂无？要啥知？今仔日上帝互你伫即个时阵、伫即个地位、伫即个所在做拄着即个代志，都是为着今仔日时势，你善用你的自由意志，毋是干考虑你家己生死的问题。所以，互人自由意志是一个真大、极大的冒险。譬如来讲，民主政治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因为伊互所有的百姓自由的意志。咱看去前几天，2952票全票通过。咱台湾人要选咱的领导者是2300万有资格的人，咱家己用自由意志去投票去选出迄个。总是伫这独裁政权内底，伊少数的人，佫伫迄个高压的迄个统治下面，伊的自由意志等于没有意义，是一个真讽刺。2952票，无人弃权，无人敢反对，迄个敢有自由意志？当上帝要决定创造一个互你有自由意志，会通选择的被造物的时阵，伊事实上已经限缩他的能力。限缩也关联，伊把家己放在一个不稳定，我唔知会变做什么款。当台湾要行民主道路的时阵，这选民要行什么款的道路，因会决定出来。总是对伫一个政权来讲是一个危险，是一个不稳定、充满变数的关系环境。咱看爱电龙的故事就是安尼。上帝迄丛善恶果的树，就是认定了。有可能人会选择来对抗上帝。以色列历史嘛是安尼，我带恁出埃及伫旷野，这百姓 complain 足侪，我要带恁到伫迦南地中间。以色列历史一直咧看见人的自由意志甲上帝意思的对抗。我想咱甲上帝关系嘛是安尼，所以尊重完全的限缩，伊互人更较大的空间。杨惠丽迄个美国迄个真出名的作者，伊讲你无当想象一个全能的上帝，竟然限缩家己成做一个婴仔，爱人家伊换尿珠啊，爱人家伊饲奶，伊口水要人家抱，有人可能会无意中甲落落去涂骹。上帝用阮希律去追杀耶稣因这个家庭，上帝用阮人去拒绝。迄个神性有极大的矛盾的伫个中间。路加15章，这个老爸嘛是共款，伊对囝的了解，这个第二囝，你讲你要出去做事业，我就知影你的性格，我就知影讲你的能力各方面，总是因爱放手，因爱放手啊！因为疼来受伤，因为疼来下面，因为疼来搁一届。所以我想咱大家做爸母会知影，咱囝咧学行路的时阵，你知影讲学行路绝对会跋倒。无人讲一开始行路就健步如飞，囡仔伫遐咧学行路的时阵，跌跌撞撞。你有能力讲啊，我拢甲你抱掉，拢莫互你学行，我拢互你伫安全的环境内底。总是你因爱放手，因爱冒险。有时伫最后关头，要跋倒咱赶紧挖去。有时甚至讲我都互你食一个苦，知影讲你后摆毋通去摸迄电，互你电一解看卖。咱有时会安尼来做，限缩咱的能力，无去介入到他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上帝上大的冒险。当人做决定了后，上帝的能力去收拾善恶，我互你自由去发对，总是亲像咱对咱的囝儿，咱对因栽培等等，互你去发挥。总是真正你到一个程度无法度通处理的时阵，我尽我所有的困难来帮你收拾善恶。所以今仔代表丑陋的人性的这个12家，诚做人甲上帝好好的记号。所以今仔咱咧讲预定论，毋是当代志拢上帝有定的。我要注目伫，我要安怎使用上帝互我的自由意志，伫我的人生拄到的代志观点，来甲上帝互动。亲像莫迪改甲对以斯帖讲的。伫这个时阵，我要做什么判断？然后观察上帝后续的作为。因为时间的关系，后壁这段时间有较长，所以真紧甲咱分享。转去的时阵，咱会通一节看吼。伊有所书1章30到第40讲，
照伊创造世间的提升，伊伫耶稣基督内底经历甲经过，互咱伫伊的面前真诚无通嫌。所以今日你会通坐伫即个所在，你真做基督徒，毋是你经着基督教来信，是伊经选咱，是我经恁，毋是恁经我。被经选是一个奥妙，是一个恩典。伊调咱是要互咱得到迄个属天逐项的福气，包括永生。伊经选咱真做有即个身份的时阵，咱的责任就是过一个真诚无通嫌的生活。过落去第5节，得到第6节，伊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听大声定着咱。所以你今日坐伫即个所在，相当的预定论，上帝的有定，对耶稣基督的恩典，互咱做囝来归伫伊。今仔日会通真做上帝囝儿，是对伫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一个期待。因为咱得到这个恩典，甲上帝创造者和好了后，咱会通学乐伊来荣耀伊。上帝今日恩典的作为，也搁继续咧进行中。亲像这个兄弟咧甲我问预定论的时候，我咧想我对上帝了解，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是通过对话，通过各种的方式，咱哪去了解这个奥妙，但是。咱完全无法度完全去了解伊。伊恩典的部分就是包括咱会通知伊旨意的奥妙。其实预定论就是为加里文这个伊的5个假设，伊的5个神学观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叫 tulip 就郁金香。每个英语的就是讲人是专人对了。今仔你真做基督徒，毋是你生了较缘投，毋是你道德比人较好，你的学历较悬等等。因为人拢是已经受罪恶污染，是专人败坏。你没有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口的。上帝经算是无条件的拣选，总是伊的经算内底佫有限定的救赎，毋是逐个人拢会通得救赎的恩典。你受选了后。这个不是你会通抗拒的恩典，这也有真深的这个神学上需要去讨论的。主要强调是，你今仔日会通真做这种的身份，得到这个恩典，是上帝主动竞选的奥妙。预定论，敌人你无任何通好夸口的作为，照所定着的。等下到原来，你要问我预定论，我也。无清楚，咱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所以搁倒转来甲上帝关系观点，我的焦点是上帝想说你甲我拢有自由的意志。伫我人生的中间，我甲上帝关系，我安那用我的自由意志去回应上帝来甲伊互动，然后才去观察讲，我选择安尼的发展是安那，我选择安尼，这个发展是安那，上帝伫中间有奇妙的作为。伊应允咱，就我可以来行咱人生的道路，咱就用这个上帝的应允来做咱今仔日的金句。咱人生的道路充满了奥妙，总是伊邀请咱讲，将你的代志交代伫上帝。咱也善用咱的自由意志来挖可伊，伊要互咱的生命来圆满，来完成咱的使命。咱来读一解吼，就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我可以，伊要互伊成诗篇37篇第5节啦吼。我用到第5节尔，我说毋望咱，毋是一切拢一定注定好的，中间有咱甲上帝互动关系影响，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圣灵，阮实在是真好了解，生命充满了阮所无了解迄种的奥妙。阮为着今仔日阮的现况来献上感谢，因为你将这个宝贵的自由意志，互阮会通用阮所意爱来回应上帝你的人生的课题中间所甲阮出的问题。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因为阮受你的拣选，会通受呼召。来真做上帝看作义的人，是要互阮过一个真诚无通嫌的生活。
恳求主你，互阮伫以后的人生的中间知影通过这个，你将永远的活命的意念放伫阮的心内，是爱阮来找求你，来靠慕你。恳求主你，通过人真无完全的认捌甲了解，上帝你的伟大、你的奥妙、你的恩典，无因为安尼受到阻挡。我要将阮的代志仰望交托伫主你，你要成伊。感谢你的应允，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信息，撒迦利因信息回应上帝的话，信息546首，天父，我知以心供应。请起立来吟。天父，我知以心供应，是你为我安排，所以当虽有欢呼，我愿照主所爱，恳求上帝的是掌我，全部作赛敬拜，打求天父感化我心，体贴情人的情，快乐的人高因快乐，有本予因安宁。我爱心思时刻点睛，安慰别人无停。我点世界无论大位，无论担当啥子，求别赞我高人撒好，将心的心无息，使我求比亲爱的心，做你最应专一。天父求你积极生活，逐项祈祷为正。我一心受记安分，常常甲你同行。家己讲我看做秘密，应献天父生命。我最真爱天父采用，袂捌受着辜负，因为心内承受真理，罪行无做落幕。我若常常求其太近，就得自由大好。为着车坐，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咱奉献进前请大家先来看一段新学院因事工介绍的影片。舞台的灯。大家平安。音乐是上帝非常奇妙甲美好的创造。感谢上帝，予我伫南城学习，我学到真好的教会音乐的专业，会当知影安怎甲音乐安排伫礼拜当中，互礼拜诚做芳芳的坐。望这个音乐礼拜会当诚做信徒诚实的敬拜，这个音乐礼拜诚做上帝的喜乐。伫台南新学院的学习，毋但互我的神学观搁较开阔，伫学院中的生活，也感受到伫同学中间团契集体的温暖。感谢多多为着阮带导
以及陪伴甲支持我来读神学院的朋友、亲人，有你的扶持甲关心，互我伫装备的过程中，通更较有快乐。感谢大家。大家平安，我是中明教会张家长老，我会来参加这个神学系的课程，是因为几年当前神学院和中部的教会有合办神学的课程，我家己也参与伫几年学期的学习。过程当中，互我对圣经信仰的内涵有更较深入的了解。欢迎大家和我做伙来参与这么样有意义的课程。大家好，我是客家人，我是永福教会园长老退任。这课程我已经参加有5、6年之久但是这个过程在内底，我就反省到，我过去可能无讲介清楚介完整来了解咱的信仰。我参加这个课程了后，我发现我对信仰更较明白。更较清楚，我借这机会我来邀请嘛推荐大家一定爱来上这个课。大家平安，我是宗教社工所1年级周明莹，我很喜欢在这里的学习，老师们的教学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在神学院就是要学习如何用神的角度去助人，这当中也修复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现在我很享受在校园里的生活，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大家。大家平安。伫台南神学院上装备第2年，无论是伫圣经的研究、神学的课程以及牧会的实习，拢互我有得到足侪经验甲栽培，以后会当真做牧会的帮站。伫2年的中间，也真做学生会的同工，伫这个学生会内面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互咱全校的师生会当做伙团契。感谢教会兄弟姊妹对咱神奉献，感谢你为着神学教育的付出，会当互我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拢有足好的资源。主内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借着这个所在，甲咱请安甲报告。感谢过去咱对台南神学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台南神学院伫这个所在成立已经超过150年，通讲是台湾第一个宣教的所在，所以互人比喻做宣教的台盘。咱拢知伫现代社会混乱，人的心需要改变。神学院是一个培养人有使命、培养人改变生命，而且是有造就了去传福音一个真好真主耶稣交代咱的责任的所在。现在台南神学院的硬体、软体拢已经有真大的改进，包括师资嘛拢有真济真好的加入。欢迎大家来读台南神学院，嘛会当为着台南神学院继续关心、带导、甲奉献。多谢大家。爱命令人道给掠着花，喜爱人道彼此相惜。约翰福音15章16节。台南神学院，大家来到底。台南神学院是栽培上帝工人的学院吼，那请大家来关心奉献甲带导。煞接来咱来准备奉献。今仔日是请陈小文甲张慧宇执事来书献。
奉献诗歌，请起立来吟。会众请坐。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吼，请大家关心甲带祷。礼拜煞嘛，请大家会使留落来，甲大家交易甲请安。张牧师今仔日前往福和教会来敬祷。中职会今仔礼拜煞要召开，请中职准备来参加。培灵会为着庆祝咱设教70周年吼，咱3月份的培灵会主题是宣教的生活，总共是3场吼。第一场是煞接来即个礼拜六暗时7点吼，因为即礼拜六爱上班。煞接是主日礼拜吼，联合礼拜10点半。第三场是下晡1点，中昼顿。教会会准备简单的食物吼。即届讲员是台南神学院的院长吴忠明牧师，请大家留时间来参加嘛，会使邀请亲友做伙来。第一场的华语礼拜吼，第一场的礼拜配合培灵会甲70周年的联合聚会吼，后礼拜后礼拜煞接即个礼拜六开始吼。后礼拜日开始吼，后礼拜日连续3礼拜，第一场拢暂停吼，请大家来注意。第5是倒球的比赛吼，倒球的比赛4月2号下晡来举行吼，即几礼拜会使到6楼来练习吼，大家会使来问陈宝赛技师。我有看到那个会使开始报名吼，所以大家若是去1楼的时阵吼，欢迎大家来报名，会使填下你的名字吼。第6吼，第6缅怀信仰前辈吼，这个部分是4月2号4月2号迄个礼拜要来举行圣餐，甲怀念信仰前辈的特别礼拜。恁若是有人未交先人的相片的吼，即礼拜请恁爱交吼，安尼才会使做迄 PPT。第2季的事工预定表吼，就是请各团体吼，礼拜日进前爱交互办公室。台神的后援会吼，有参加的兄弟会使开始交今年的奉献。若是有感动的兄弟嘛，欢迎做伙来加入吼。详细情形会使问思涵，也是李局组长了。团契消息吼，今仔日是双联团契的例会吼。兄弟恁好食物那个拢准备好会记者留落来参加。妇女团契甲双联团契吼，3月31号要举行桃园一日游。大家尽速来报名吼。教界的消息甲带导的事项，请大家来看周报。煞接是信息500牧师补充。我代表教会来欢迎今日伫咱中间吼，迄个金文社吼，查某囝智慧虽然查某囝甲伊的先生奖吼，奎建牧师的公主。因今仔日因带西九个，今仔日来做礼拜，咱来欢迎因，徛起来，互咱看一下吼。你若捌开正牧师，就照中央遐讲的，因囝的身材甲因爸爸愈来愈像安尼。第2，咱来介绍迄个雪金节，雪金节有伫遮无？
甲佩云吼，煞金这就是杨家靖杨孙兰的妈妈吼，佩云是迄个杨家靖的查某囝高三吼，伊是迄个煞金这是第一银行乒乓的歌手吼，所以大家摩拳擦掌吼，甲挑战吼，咱伫后礼拜4月初2的比赛吼，咱欢迎煞金这甲伊的孙仔吼，伊的孙仔来请坐。毋知还有需要我介绍的人无？我遮无其他的资料。好，请坐。边仔两位我无看到，毋知我遮嘛无资料。迄个种大姐为倒位来？善老莫妮卡欢迎大姐甲姐夫。善老莫妮卡是真好的所在。善老莫妮卡教会拢。区牧师的囝儿伫遐足尽忠咧帮助迄间教会吼，欢迎恁倒转来台湾吼。我来报告一下吼，咱即届的4月初2的迄个缅怀信仰前辈吼，不管你的是大人甲南门教会有没有直接关系，拢无要紧，咱伫清明节嘛吼，咱来孝念这对咱有温情的这前辈。所以，即礼拜请尽量赶紧甲相片交来，我来处理这。迄下晡要足球比赛、乒乓比赛即届望讲全体同乐啦吼，毋是你会晓拍乒乓的人。所以咱有一寡趣味竞赛伫头前遐先趣味竞赛然后才阁有单打还是亲子比赛，还是团体赛吼。因为要互圣歌队的队员，搁偌济因真无闲，因后日迄天嘛爱搁加班，所以2点半以后才有团体赛，互圣歌队员来通参与吼。照这个时间不管你有要做选手，还是你敢要留来观赛做啦啦队，请你拢伫下面吼。你若写啦啦队，遐可能你写讲我毋是要比赛，我敢要伫遐来看。请我签一个名咱教会准备简单的中昼吼，互咧大家毋免讲礼拜刷去出去外口，才搁倒转来吼。所以阮来知影讲爱准备偌济选手，咱会准备要留咧4月初2下晡要留咧看比赛的人请咱大家拢有咱留咧吼写一个名咱会通来准备即个中昼顿。未来3礼拜咱会真无闲吼即个培灵会也好副院长吼伊也要来望咱大家尽量拨时间。3月26、4月初2、4月初9，特别4月初9，今仔日中执会可能阮会小可报告迄个情形。4月初9国外节搁70周年有咧计划迄天可能10点就开始升礼拜吼，因为咱后壁有足侪这行程，今中执会开了后礼拜咱会甲大家或者大家知影，望大家尽量邀请南门桥搁倒转来。以前伫南门教会，不管过去什么所在，咱欢迎因，甲咱庆祝70大寿吼。即个南门教会，嘛大家参与伫遮个活动吼，咱的信仰得到新的更新。多谢。运动员也是需要啦啦队的哈，所以大家尽量来报名。然后线接是信息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起立来吟。求主带我甲你同行，念水河西天绿路途，互我你有力通达，一切着无艰难困苦，散我高音跳。
我头前的路开阔，救主受死，一世平安，予我终身为你来活。阿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带领安慰医治，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散会。